因为跟因跟人做生意，台湾跟世界联系来。对台湾开垦的客家先民，迁到衡水河嘅山家，跟苏养嘅种下，吸收大地养分，跟营养进化，是世界茶生理发达的年代。苏养嘅石芒开基山叶，一直到规片山呢，香气沉沉的山歌。讲到擂茶嘅起源，民間有各種講法。有人講喺三國時代，張飛帶兵進攻武陵，渡到北運，佢是用生茶、生薑、生米作為三商通後，北運嘅情況就緩下來嘅。有人講係一位按照河婆老婦人家，佢所製作嘅擂茶，因為能夠緩解商人水土不服而出名。後人就揀個地方按照河婆來紀念伊。不過起源係乜嘅？是擂茶嘅文化慢慢地變化到黃河以南、四川以東到東南亞片，經歷全球化後，開始深入到台灣、香港、馬來西亞等地。擂茶唔係客家人專有嘅飲食方式，但係主要流傳地方，大體係客家種。馬來西亞河婆擂茶會揀嘅炒菜跟透乾，用煮食嘅方式來呈現。我哋所謂嘅北埔擂茶，就高唱係涼水點心。傳統嘅做法係將材料放入擂白底杯，種到綿綿，好朋友打到時，放下擂茶，打在鼓，帶有歡樂嘅意思。其實，喺20多年前，北埔係冇人賣擂茶，也只有少數人知道擂茶係乜嘅。我哋今邊所知嘅北埔擂茶，係外省客帶到台灣來嘅。外省客指嘅係49年來到台灣嘅客家人，而嗰度係來自廣東河婆。1949年，張台房嘅野外，跟路卡嘅屋嘅土地變賣，揾嚟2種開往台灣嘅船票。等人太來嘅，再話到台灣。體驗的行業地位就包含擂白跟擂棍。樂勝嘅張台房，後生時係海軍，一年爭過了路卡100。雖然漢地鐵路卡張台房簽3批，一共6年內叫嘅5個生人呢。我媽媽有37年到大陸過來台灣，佢就帶啲擂茶八過來。佢講你台灣北埔裏面上學擂茶學了幾十年嘞，冇咁樣機會嚟做擂茶，所以說為咗這份新聞報道，係將全省將投入呢個客家擂茶推廣。8年擂過遊台灣，再年擂辦擂茶區，喺龍高高嘅間呢度寫下一幾個台詞，一幾個詞可能算唔得人生哲理，唔過確實體現一團擂茶做盤嘅溜漂人生。張台房跟紅色羅海亞後茶上標滿擂白擂棍。
多個地方，張台芳就拿出雷筆、雷棍，並落茶米、飯頭同埋，打開一團雷沙做盤嘅新形式。推廣擂茶也幾年下來，張台芳同劉富妹係做鹹擂茶嘅高手。點牛啊！點牛，點牛是唱頭。也係怪事，前幾年種下去，幾皮雜黑就冇誒。也係熱誒，一高春就開下到滿山遍野。也係哪怕日，幾團嘅酥扒蛋糕，讓上到幾皮，千萬唔好摘太多。也係金圓花，拍拍黃黃嘅花，好食又好看。也係人事，萬樹曲，破好日，還是有得平凡嘅角色。那個蓋頭呢，國語按照西伯利亞人參，也是對身體重好誒啊！全部看來擂茶咧。我真係不看擂茶的哈。擂茶係中國嘅生活地位，一來看得到。上門拜訪嘅好朋友，同都市古來嘅些人呢，上不是家族食飯，全離唔開擂茶。綠茶葉係擂茶嘅開始，亦能夠保養接下來各種料頭。唔啲係醉，也係樹個無限。自從綠茶落入擂白以後，張台芳嘅醉就冇掂過。飲擂茶敬烈剛剛，何中講講別無何中足，足開花何中掛，百朵三條線。睇能除了chamcham本擂棍、擂多粉，示範一件事也開始有了進展。超過多多雜嘅5家加入擂白，馬上成幾把刀。又好黏又好拿個太補貼。你出世滿月，佢就搶擂茶，搶大家食。從細食擂茶食到厲害，又對擂茶要特別嘅感情啊！哦，有朋友嫁來啦，食擂茶冇好啊！一片講古，一片嘅擂茶，講好咧，茶就好咧。真到歷史文獻中對擂茶療效嘅記載，張台芳仲係跟阿妹重述秘訣，講起民意式嘅擂茶。歷史當叫嘅鹹擂茶，雖然冇像白普擂茶按夾變做文化獎品，不過係喺啲張台芳路下流傳，保留式擂茶記下，甲表連沙共下歡樂嘅美好記憶。你好，你好，好，來，謝謝。各位伯伯，中午好，大家好。這個叫什麼？順子刀。體育名之家，張台芳相當有名望，沙沙還有擂過。大哥好，大哥在裏找，大家好。台南無拍拍嘅前批行上前，一束康龍滾米，一束康龍滾神，以米價做指點，上上下下挖看，舊無天同嘅筋骨存展開來。老百姓都裡想，雖然擂過引述擂茶養生嘅功效，
实际上应该係唔會啥復健方式。雷查人生已經過咗20多年，烏特那麼轉眼已經變得到肥胖嘅。經過幾擺身體病痛，體力已經無像頭擺。平時仲喺公司嘅總台房，盤查分開之前，眼做地背有目子。6年以西風先退休嘅。查行最慢雷查會議到四處各地，都到拜訪朋友，又講又鬧。無論喺何處，喺總台灣書行，雷查係一件能夠帶來歡樂嘅事情。雷查雷啊雷，喺屋卡雷啊雷，喺有名之家雷啊雷，許多拉嘅雷啊雷，跟所有人要累咗一家人。干杯！芝麻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芝麻里面。干杯啊！好。製作擂茶最重要盤呢，係擂白跟擂棍。好擂白來自何數年嘅陶藝師傅，好嘅擂棍身邊就有。師傅熟練採奶，採出一個多三角形嘅奶泡嘅。兩隻樹枝公對中間一鬆，其他4隻樹枝順出落背白眼，每一腳擂白嘅形呢就出來嘅。佢慢慢地掂下來，佢用個刮片輕輕割出肥呢。用樹枝砍出白塊，製作擂白嘅工序已經完成一半。有了多一條擂白地杯，必須要條奶泡嘅吸收太多水分之前完成工序。關起盆盆的轉搖，搖到啲溫度慢慢地升到全個硬度，高溫跟奶泡嘅時候硬度我奶係擂茶嘅啲頭，搖慢慢地降溫，3日過後重見天日。被曝烘嘅地杯，熱頭髮剪下到風狀當中，一個機嘅喺油茶書包行來回應機。油茶書嘅表皮冷線，書線又硬又紮實，係做擂棍嘅好材料。喺擂白地杯重重引擂。擠出的精油帶嚟濕白調味嘅作用。當然第一擺喺做東點到鹹擂茶時，嚇到一下。入口時喺鹹嘅米腸，接埋啲鹹茶湯地杯，再幫炒嘅青菜同炒嘅豆乾。
擂茶对我嘅人生来讲，当然当重要啦，哦，一只代表性吧。从小伫北埔家嘅乡教，毕业后就做起花农，平日伫边口，假日出伫词典叫庙票卖。睇到4年嘅出世，家中经济负担越来越重，其自然开始前过多嘅收入来源。1998年，都係沙溪洋蔥一向一體式發展嘅時期，擂茶本北埔農會先導作為人嘅文化特色。喺北埔人嘅記憶地背，多多少少會以為許多朋友活下了，是多按特殊嘅口味。當時喺竹東北埔地區，係啲專門到外省客，將啲前村前投入旗子園。睇到農會到外省下路開始擂茶，從此投入北埔擂茶嘅再創造。佢第一杯擂茶食到有效5罐啊，唔是食過就5罐嘛，佢要加鹽食到。鹹嘅，像啲菜湯嚟，像啲唔曉形容啦。嗰種東西是你唔識食過，所以唔慣。有可以知識嘅旗子園，隔天間青菜豆腐乾混咗5穀雜糧，間口味對鹹混咗甜，重新建立客家對擂茶嘅健康想象。甜擂茶嘅發明，就扭轉養生食補嘅風潮。喺地杯加入米、麻味同飯頭以外，又加入薏仁、包粟、芋頭、荷蘭頭、紅頭、黃頭、柏果、芡實、燕麥、胚芽米、砂糖、杏仁、枸杞、雪蓮子、淮山，按多材料釀到最軟，確實希望十全大補貼。食茶嘅方式有千多，做茶嘅方式也有千多。只有發酵長度、用嘅品種、配嘅方式，做出嚟風味千變萬化。雜行茶心係一種增多生態嘅做法，做得本茶心長時間保存唔會變質。喺土著苗地區不時看到嘅酸甘茶，就係用一種特殊嘅方式做嘅。酸甘茶一沉一香，辣辣嘅甘嘅皮，酸甜嘅甘嘅肉，苦苦嘅茶心，經過歲月嘅轉化，從然嘅老公婆，跟粗皮磨平，跟尖角磨軟，本硬後變軟，呈現一種溫潤感。粗皮嘅表面，佢將本水葉浸濕，表皮上青黃雜嫩甘嘅色，看起來太麻利，係年節太吉太利嘅最佳代表。因為無按好食，芋頭乾嘅使用價值無高，每日11日到過年2日大致嘅芋頭乾，喺冇好多新年檔期，就差唔多賣唔出嚟。不過，喺間芋頭乾變咗酸甘茶，就變咗稀時運在香港嘅養生固肺嘅寶貝。旗下10條嘅芋頭乾，間樹爬把握到會對體，細細一條樹，每年做得大幾下100斤。
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嘅稀时文，一上茶桌，话题就开始环游世界。一下去上海，一下位又走到马来西亚边界，就会再唔到一江中嘅茶园。记了香水帝王柑，放到工厂门口有一段时间，淡黄色嘅果子有排球按太粒，一粒差唔多700斤，也得要喺聽虎頭柑加碼來嘅太麻煩。下面農藥因素是，稀時運經驗本來唔想用佢來做純柑茶，一般嘅虎頭柑要用3整日，批判水多嘅帝王純柑茶要半日來處理。就會乾熟化，寫得一籃又一籃嘅虎頭柑。也得虎頭柑，愛喺天熱打造沙琪阿婆做事之前洗槍來。每叫攰啲虎頭柑，就一嚟都空空，留下焦焦嘅柑嘅皮，還有幾盤嘅柑嘅肉。一隻虎頭柑雖然經過品種改良，不過米絲還是清純色。當你坨坨讓挖出嘅柑嘅肉，還有茶廠純嘅茶骨、茶角，一兩項意外變強下，變做化腐朽為神奇嘅開端。因為當我都第四台咪，我講佢北向天咪吼，慢慢可能工業社會啊，搶入面難搶，所以就有咗工廠咧產就賣脫，你就存到我叔伯個工藝量茶，希望就很繼續做茶。稀時運係第23世，堂號係果洋堂。18世紀、14世代推出的淡水上岸，就喺關於附近落戶。不過19世紀初讀到相似，希望加速賽道關係，面向有到落戶的中立太陽。稀時運嘅亞太太就喺賽道寶山老頭份嘅交界，擔任往來田寮同太愛地區嘅相對護衛。聽老一篇人講，亞太太身高6尺，功夫一等，又向總係產重重嘅銅錢，隨時做得蹦出來，打退土匪。亞太太又賺到錢，就來到頭份羅家落戶，底下細細的矮山蛋糕，佢嘅希望種子，也可以去搞茶園跟茶廠。頭份希望做茶嘅樹葉，也下傳到第四台。當初接家業嘅八兄弟，也下搶傳2家人要去做茶。堅持做純柑茶嘅，就傳稀時運一家人。老以後發揚呢客家精神，就後來分享嗰啲安好東西唔會淘汰，做流傳30年、50年。因為我工作還有做50年咧，我創作還有幾百粒嘅，叫做阿公本那個資產啊，個資源啊，所以我就想講呢，伊阿公教本咧，阿爸爸教本咧，你個教本阿奶啊、孫啊，代表客家人代表嘅東西，所以我所啲純柑茶出嚟代表客家人嘅精神。純柑茶本來係茶葉農閒時期嘅產品，將純嘅茶葉、茶角，還有賣唔出去嘅虎頭柑結合，變做輕有價值嘅食物。不過，加速轉換嘅過程係一條又一條複雜嘅手續，需要大量嘅勞動。喺傳統上，每一粒虎頭柑又需要經過糾正、糾細嘅修煉，才做得出事。經過幾下擺嘅蒸、烤、炸，純柑茶底部嘅水分差唔多就起嚟，
本来太麻粒的果子，再加到存本来的一半。行走以后，腐到咁嘅皮轉咗有黑色，就變到陳皮。年份變越久，就越珍貴。本喜事文堅持傳承嘅統列，就係做生意呢，啲下嘅感冒，阿妹泡嘅肌膚做得化淡自出嘅純甘茶，功效地位又對阿妹嘅感染。純甘茶係藥食同仁最好嘅利益，為了增加功效，喜事文是依賴去問茶師傅還有漢醫，做啲茶心還有加咩藥，也加嘅桂枝、薄荷同甘草。唔過，冇適合進茶店嘅鐵線。用茶做出發點。一路行讀到千多年，有千有創意嘅總鋪師，也有千有想象力嘅甜點師傅。佢也做嚟替變化多端嘅調酒師傅屬下準備一下。20頭食茶同啱補頭食酒，可能20頭唔啲啱補頭嘅有，唔過唔啲有機會做嚟本相互交換避免麼？啲討人做亞摩耶嘅調酒師盧比，黑暗嘅想，純甘茶沉香嘅韻味，係來自討人菜地客家嘅美食。對熟識琴酒嘅盧比來講，用本地嘅風味入酒，係做嘅調酒師傅嘅靈感來源。透過酒同茶嘅搭配，創造各種可能嘅風味。琴酒做基底。用大碗嘅方式得到純甘茶嘅風味。半點鐘時間一到，本壇透明嘅酒體也係變咗深黑色，也係純甘茶同酒一擺特殊嘅交匯。帶甜嘅桂枝酒，還有桂花糖漿，帶出花香同鹹味。意大利藥草酒跟甘嘅精油嘅味絲，再放到皮乾，最尾再加入催情嘅檸檬汁。最尾加入不破水。桂皮酒釀時就強起來嘅。茶壺可能係石器地輩大家最講究嘅一項。體型比雷白細千多，算了一下，連人人個茶壺都有算唔啲嘢，最少幾千壺也可能上萬。愛壺、直壺、高壺，詞情傳承千古詞。一種之間，我呢個壺詞嘅名號，因為伊對壺嘅愛，甚至超過體白見面嘅情人。我同阿老公認識嘅過程就係
睇到約會家下，佢就看茶壺誒，佢就唔會看我哦。我就想講哦，也真係係好吃。壺跟茶心相同，有時要對奶生出來，食奶係壺時一天愛有嘅功夫。一塊灰白色嘅硬嘅奶，做得滑奶做瓮，成為美麗天氣時行嘅產業。唔係科班出身嘅林依人，先係好飲茶，再來係讀到家位，再來開始賣壺落實。伊20頭喺店行總店，按部頭喺夜市擺攤呢。唔過賣壺嘅生意出彩快做，喺行下到磨格磨殺嘅時節，伊就慢慢地開始接觸做壺。一卡美麗來嘅人工奶，一卡日本來嘅硬嘅奶，裡面人跟交過嘅奶扭扭扭扭。其實每一壺嘅事情，裡面人冇多講，伊對自家作品冇太多嘅說明，咁樣將心思放喺工作台上，本壺自家回答。前幾年，裡面人好做膠奶壺，冇強勢嘅奶層層貼貼，就將成績提成樣嘅按文版。唔過，談論市場嘅改變，以下也投入潮水嘅行列。特殊嘅金娜娜嘅色神開始有為中庸嘅想法，樸實中見真情，純熟中看世界。唔單止好做壺，林依人同樣好飲茶。伊講用來泡東方美人茶嘅壺，我用含磁量高嘅壺，就唔會打亂伊純正嘅節奏。茶心內斂嘅清香，同壺古樸嘅質感，用江山美人來對比粗獷跟嬌柔。一個做得展現東方美人茶美式嘅茶壺，我本倒出來嘅茶湯順順滑滑，水順嘅，氣就順嘅，氣順嘅茶香就做得特別嘅特別綻放。東方美人茶一心兩葉嘅嫩芽，滾水中一下，喺壺嘅底杯強強嘅轉圈跳舞，先啉一口，杯香味喺嘴肚裡散開來。再啉加一些，本味香清甜嘅茶湯入到口裡，啉比早嗰一擺讀到幾隻愛茶愛壺神似嘅切家。初人喺人嘅鉗歌做嘅好，也被會叫起來轉旺。手唔會太熱，將特殊嘅果香還有風頭嘅米絲放起來。做茶師傅要認真做，將對得起也特殊嘅形狀。被普通峨眉鴉片嘅茶產業，喺19世紀末期，因為出產外銷很有名。當時主要係紅茶，戰後因為外銷賣唔出，被普峨眉嘅茶產業喺1990年代一下就沒落嘅。茶人開始轉做咖啡果樹，一直到10年來，被普峨眉地區嘅茶產業，正因為東方美人茶又有嘅轉機，一下東方美人茶已經成為新竹地區茶嘅代名詞。
东方美人茶同粗茶无相同。东方美人茶是精致加湿过嘅茶，要用苏杂一心两叶，也因为要以私人嘅甜果，做唔得啥农药。茶树生长嘅矮山呢，喺嚟到渡河，喺云雾蒙沙；喺嚟到唔渡河，喺烏煙落雨；喺嚟到烏烏巴巴，會渡到摘茶社妹嘅最興嘅日頭當空曬。人嘅鹹過嘅茶葉，見起來嘅身體呈現紅色，咬個地方還有受過嘅粉。頭擺行人用撮鹽，也係撮鹽。來鹹一道賣相唔好嘅茶，好遠嘅係一道賣相唔好嘅茶葉，渡到淺有才華嘅茶師傅。茶師透過重發酵嘅方式，減低本體嘅茶味，創造全新嘅風味。等等東方美人茶誕生，人呢也拿得海上嘅名嘅。聽卷田雖然係茶三推，從細看到阿爸喺門前嘅茶廠做茶，不過對茶嘅種種細節還係先生分。在鄉下就是一個會有講，其實就是傳子不傳女這樣子，所以我們其實女生在這個茶葉文化裡面，可能就係大家下啲嘅就係摘茶成妹啊。其實我細時節對做茶冇乜嘅印象，因為比較少會讓女生來做這件事情。今年觀音家鄉土地嘅伊，總算對都市歸到峨眉，重新認識自家。卷田嘅阿爸無理嘅分享強硬一個詞，伊想出看一個妹嘢對做茶係唔係有天分。聽卷田講細時節。對做茶印象無深，佢後尾都開喺茶山業沒落嘅階段。當時會卡神輪賣唔出嘅粗茶，搞怪細年嚟，出啲倉庫地背搞，反正也到阿爸嘅心血，為保護人唔會錯上。差唔多係結種嘅時節，東方美人茶能慢慢的有名。聽卷田講，做茶嘅規則，做嚟講。又看唔到阿叔跟阿爸，有呢條嘅時節就冇閒曬茶，喺度到產量多，還會炒茶到半夜。因為呢組嘅做茶本來就非常嘅甜嘛，因為做粗茶嘛，粗茶嘅茶檔多啊，如果係重用啊濃茶，因為冇，甚至已經幾千斤嘅茶出來，做到實量有水冇啊，而做茶已經非常少啊。長毛係長毛工嘅，全部係按照家屋家已經做下多，所以按到從細就開始喺度學做茶學過一下。做茶嘅機器弄弄滾，本來掂錢嘅山村，冇按故事嘅，從頭訪問地方老雜嘅義工，總批喺談論做茶兩雜事，就下個都冇隔冇散，講起來。也向頭路差唔多沒數所有人嘅童年。不過，唔將童年創造嘅天分安太高，喺結束政治工作以後，本過來接管茶廠。天分安太高講，從細就喺屋企聽做，唔是學就曉得嘞。因為你做茶，按從細就做到大啊！喺10個歲之間，按屋企就做了行嘅啊。從細看到大啊，也唔是講用慢學啦，用看到大咧。因為老人家做茶，按到佢哋順德成熟啊，
冇讲变水料，所以因从这学了做茶就从这学落来。温室嘅部位跟茶芯包起来，也系复杂做茶嘅数学嘅面上。最尾一摆吸走水分，湿润筋骨，天养嘅时节唔会免脱。一下韩国茶产业稀落嘅天分案太高，一年长做一季东方美人茶，量唔是多，唔过要顾到品质。佢最主要看成因咯，因为成因係接嘅，這個當然就是望佢繼續做啊。當然上啊，一望成因就較接嚟拉嘅啊。對家己到台北，要到台北到峨眉，一下喺那條澎上塘嘅雲線，係個生態甜點師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朋友就是接了一个计划，就是有点像是农村回游那种，然后我就被找来做驻村，让我走一圈，看有什么灵感可以做一些属于农场的甜点这样子。所以我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来住2个晚上，然后想了一款甜点。吃到茶芯入嘅身體，不管原先輕也唔輕。米要同東方美人茶共下，就算冇飲茶嘅胃口，也要應付身為東方美人茶3代嘅捲田。因為不是為見面，原先就像他家想嘅研發一切家嘅東方美人甜點。东方美人茶是原来是峨眉北埔这边最大的台湾产区，所以就是当然就会开始使用这些东西。然后但是开始慢慢喝茶了以后，发现东方美人茶有非常强烈的花香、果香，所以我就是会开始找这种清雅、花香、果香的水果或花来跟它搭配。甜點嘅模法屬於另外一隻味，古古火火。原先就按嚟鹹也到突然下嘅小點心，也係一條歐洲旅行記下嘅出名嘅傳統點心。東方美人茶純盤嘅茶味，應該要幫酸酸甜甜嘅果子，加入洛神，還有草莓果醬，各樣複雜嘅點心。由一對簡單嘅食材開始，雞春、麵粉、奶油、當入野台，並喺原先對應嘅歸到台灣嘅攪拌機，加上200嘅填鴨，現轉，一直到鹽，第一台水土不服嘅攪拌機地步，化作柔順嘅羹。而喺第一擺旅行嘅歌場地背，發現而突然下嘅地方，上層幾層係洛神草莓，有清甜嘅甘酥，加上東方美人，重複嘅流程一個一擺，貼出古古火火嘅底蘊。水火慢行，面團慢慢地碰過地平線。第二條落山嘅下，東方嘅美人同西方嘅點心，點點嘅約會。同茶類點心比起來，東方美人康普茶帶來嘅衝擊太多誒，做茶嘅過程難免會有免脫嘅茶芯，為了避免生產嘅下製作嘅浪費，原先要前面二來聽數，
出身面铁，伫滚水里杯，茶心还係透出香味。原先讲，玻璃罐地杯有另外一个世界。茶汤地杯係能恐怖雜嘅主角史高比。史高比係奉茶拳嘅英文縮寫，利用變多茶湯地杯嘅糖，還有單寧醇做養分，經過幾下擺散芒，產生酒精同刺酸。史高比帶來新嘅能量。原先愛做嘅事情，就係等於發酵。拍喺2禮拜，東方美人茶特殊嘅茶味，我聽人不出來一泡，還有果汁嘅酸感同再續前沿。透過客莊嘅茶，看到一年四季，看到傳承堅持。看到重新轉移，看到勞動者失望嘅身影，裡面有茶，啲茶都前面係蜂蜜、韻味同人情味。当年高春新对联，聪明雕狗满山遍，精密做饭瓜子根，养成故意后思甜。立下梦中书相连，寒甜寒我。